你知唔知我哋鋪頭嘅優勢係啲咩？賣嘅都係日本貨。錯，係顧客嘅體驗，由買到走都彷如置身喺魔法世界一樣。所以你一定要做得好好，客人先會開心咁走㗎。頑張れ，頑張ります。有活力啲。頑張れ，頑張ります。歡迎光臨啊，王子殿下。我想要一盒新出嘅盲盒。你意思係咪指星神魔法帝王植物至尊系列？嚇？你意思係咪指星神魔法帝王植物至尊系列？哦，係咯。冇問題，等我哋而家一齊念咒語變佢出嚟啦！星神召喚綠意幻影植物至尊降臨。嗱，我哋要一齊念先可以請到植物至尊降臨㗎。嚟，一齊念！星神召喚綠意幻影植物至尊降臨。唔該你啊，要念我先拎到出嚟㗎。星神召喚綠意幻影植物至尊降臨。感謝至尊，屬於你嘅植物終於都唔使袋八達通。OK， 可以拍卡。記得我哋嘅植物至尊係需要每日用上水之魔法同埋愛，佢先可以茁壯成長嘅。如果你有咩開心同唔開心，都可以同佢分享㗎。總有一日，佢一定會成為你信任嘅伙伴，同你一齊喺呢個奇妙嘅世界展開一場刺激嘅冒險㗎。一齊講聲 Ikuso！ 都發神經。Ian，你做得好好啊！我代表呢個魔法世界歡迎你。